这个新闻来关心的是社会消息，这个胎盘素注射这伫台湾无合法，相信咱普遍拢知影。不过台北市一个名医，毋若是台大医学系毕业，佫伫永总做过内科医师，后来开医美诊所，主打是抗衰老美整形，因为上过节目。 真出名，想不到伊竟然涉嫌甲这个走做一对爸仔囝联手，为韩国甲日本造出胎盘素的注射这入关，惊讲互人掠到呢，佫找移民署分队长斗相共，透过公务通道招数禁药，或者废弃，或者搞工，是因为这个住一摆上无爱7、8万，有一个贵妇拢会请这个医师去因兜偷偷甲住，检方伫昨发动搜索约谈，今日透早，这申请收押这个名医甲这对爸仔囝，啊那。 移民税官员40万块交保。看到镜头真紧张，互廉政官移送北检的是整形名医。品牌很多，有欧洲进口，有美国进口，当然也有韩国制造。讲到医美喙角全破，因为台大医学系毕业，佮伫咧永总做过内科医师，开医美诊所，刷官司连连。不因为伪造文书罪，互判缓刑，涉犯诬告罪，缓刑期间佮吸到伪证罪和伪文罪。原来伊的情侣朋友为香港返来台湾，早超过80盒的胎盘素和禁药入来台湾，互海关查到。伊讲是家己要用的，佮提出诊断证明书和药单。医师佮做证讲是咧诊所家己要亲身治疗，煞互检方查到，伊迄天根本就无伫台湾。检方即马查到替伊走单的爸仔囝，一年来出入日本、韩国坐解，走私胎盘素注射禁药，拢互名医使用，而且入来进前，佮先甲禁药交互当时的移民署分队长，经公务通道入来。名医和大房客涉犯医术法，移民署官员涉犯贪污罪。 据说打了之后有回春的效果，皮肤会变好，整个状况呢都恢复到比较年轻的状况，所以现在很多贵妇呢都会趋之若鹜，都是到消费者的家里面去做这个服务。之前就有听说一些业者他用这个不合法的管道从国外引进胎盘素，好拿来当成一些美容或健康疗程的注射。 那因为这个利润很高，少则3、4倍，多则可能超过10倍以上，所以就铤而走险。移民署官员侦讯了后，用40万交保。名医和大房客因为涉犯着禁药问题，而且有串供的疑虑，侦讯了后，互声押禁见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